嗱，經常都有啲外地朋友都同我講話，李老師啊，我都想學粵語啊，但係好難學啫。咁我通常問翻佢哋點難法呢？咁總結起身啊，學粵語呢最難有幾樣啊。第一個係粵語呢有一啲普通話冇嘅音調同埋發音嘅譬如話合口音啦咁，模仿起身係比較難啲嘅。第二個係粵語一啲用詞同埋普通話完全唔一樣嘅。譬如話普通話問哪裡，粵語呢就講邊度。咁對於初學者呢，就要學多好多新詞啦。第三個係粵語嘅表達順序，亦都經常有唔同嘅。譬如話普通話講我先吃飯，粵語呢就講我食飯先。咁呢啲對於初學者嚟講都係比較困難嘅。咁對於呢啲問題我推薦大家呢，不妨試一試呢一本《從零開始學廣東話》。咁呢一部書通過簡單日常嘅粵語表達方式，就令到初學者呢可以快速入門掌握粵語嘅日常交流。而喺語音方面亦都可以掃描後邊嘅二維碼收聽範例，可以一邊聽一邊學嘅。可以講呢係一本非常之唔錯嘅粵語入門書籍。咁無論係外地朋友學粵語定係家長教小朋友學粵語呢，都非常之合適嘅。咁歡迎有需要嘅朋友呢可以點擊下方嘅購書鏈接買本翻去試試啦噃。